師傅，黑玫瑰8號，你嘅功夫都練得差唔多啦，而家可以下山啦。記住，下山之後一定要合合仗義，幫助嗰啲有需要嘅人啊！多謝師傅教誨。舊詩創作比賽，我想參加。你都唔識作詩，點參加喎？係呀。點啊？你哋想參加舊詩創作比賽係嘛？你係邊個？我就係行俠仗義嘅黑玫瑰8號。黑玫瑰，你估拍戲咩？乜黑玫瑰唔係着黑色衫嘅咩？係咯。唔好講咁多啦，你哋要學寫詩係嘛？首先你要對聲韻有所認識，要了解漢字嘅語音特點。好似有啲研究喎。漢字嘅語音有咩特點啊？漢字嘅特點就係一字一音節，但係每一個字就可以讀出高低唔同嘅音調。中國研究聲韻嘅書籍通常都會將字音分成平上去入四聲。真係識武功喎！沈約話漢語有4聲，好比一年有4季。平聲，聲調平又長，如春天。春在陽中，德澤不偏。上聲，聲調往上爬，如夏天。草木茂盛，炎熾如火。去聲，聲調掉下去，如秋天。霜降葉落，去根離本。入聲，聲調緊收束，如冬天。天地閉藏，萬物盡收。好似冬呢個語音4聲係咁嘅，咚咚咚篤，咚懂咚篤，4個聲調真係唔同喎。係呢兩盒啊？兩盒咩？去咗邊啊？女俠，請留步。其實除咗字音唔同之外，4聲發聲嘅方法都唔一樣噶。明朝和尚真空就指出4聲發聲嘅分別啦。平聲，平道莫低昂。上聲，高呼猛烈強。去聲，分明哀怨道。入聲，短促急收藏。好嘢！4聲嘅分別主要係運氣方法嘅唔同。平聲字讀嘅時候氣要平去，要柔和而長，例如聲。上聲字喺讀嘅時候氣要由低而高，例如醒。去聲字喺讀嘅時候氣要送出去，要將氣向遠方推，例如升。而入聲字嘅特點就係啲氣送到出口腔就馬上收翻，例如息。語言咧係不斷咁發展嘅，到咗而家漢語嘅普通話已經冇咗入聲噶啦，而粵語咧就仍然保留住入聲噶噃。咁粵語同普通話咪唔同咯？係啊，唔單止係咁添，粵語每個字嘅聲調都有高低，高嘅咧就叫陰，低就係陽，而每個字仲可以調出9個聲調添。1聲係陰平，2聲係陰上，3聲係陰去
4聲係陽平，5聲係陽上，6聲係陽去，7聲係陰入，8聲係中入，9聲係陽入。點樣先可以調出一個字嘅9個聲調啊？可以用天籟調聲法啦，由陰平聲開始，自然咁調出其餘嘅聲調，例如個陰字，陰飲任入，陰飲任入，吟飲任入。入係陰入聲，中入聲入係有聲冇字，而入就係陽入聲。中入聲有聲冇字，咁點算啊？有聲冇字嘅現象係好常見㗎，唔需要勉強去揾一個字。例如個因字嘅中入聲就係冇字㗎啦。因引人一，因引人日，人引人日。一係陰入聲，中入聲日係有聲冇字，而日就係陽入聲。陰同陰嘅中入聲都係有聲冇字，咁可唔可以舉一個中入聲係有聲又有字嘅例子啊？就舉個張字啦，張掌仗着，張掌仗着，仗掌仗着。張字嘅陰入聲係着，中入聲係着，陽入聲係着。你哋要記住啊，如果係 M 收音嘅字，入聲係 P 收音。N 收音嘅字入聲係 T 收音，NG 收音嘅字入聲嘅收音就係 K。記住，只有用鼻音收音嘅字先至可以調得出9聲嘅，唔係用 M、N 同 NG 收音嘅字一律都調唔到入聲嘅。你哋翻屋企試下，用天籟調聲法練習一下點樣調出9聲。聽日再嚟揾我啦。好。陰飲任入，陰飲任入，吟飲任入，因引人一，因引人日，人引人日。張掌仗着，張掌仗着，仗掌仗着。你哋識點樣調聲？知道點樣分辨每個字嘅聲調未啊？識啦！咁就等我教你哋分平仄啦。係。平仄係指平聲同仄聲。平咧就係指字嘅聲調平平㗎，而粵語嘅陰平同陽平咧就係啦。而仄聲咧，唔係側起個頭啊，係指字嘅上聲、去聲同埋入聲，因為一個往上爬，一個掉下去，一個緊收束，三個都唔平噶，所以咪叫仄聲啦。咁平仄有咩用噶？平仄係用嚟加強詩歌嘅音樂感，令內容同形式和諧融合，而兩個平仄相反嘅句子就會更加令到詩歌嘅聲韻鏗鏘。白日依山盡，仄仄平平仄；黃河入海流，平平仄仄平。詩歌裏面如果要表明平仄聲嘅話，有時會寫上平仄嘅字樣，但係亦都可以用一橫畫代表平聲，一直畫代表仄聲。你哋睇下李白嘅《獨在敬亭山》就會明白噶。進了高飛盡，仄仄平平仄；孤雲獨去閒，平平仄仄平，仄仄平平仄，平平仄仄平，好有節奏感啊！喂，又唔見咗，看邊？呢兩
個字有咩關係？游係同音。咁呢兩個咧？喂，字音係相近嘅。你哋記唔記得有邊啲標語係用同音字或者近音字收尾㗎？我記得啦，一大一小一同遊，安全健康樂悠悠。原創心血不可毀，盜版侵權不可為。嘿嘿嘿。咁你哋又知唔知點解啊？係咪讀起嚟順口同埋容易記啊？冇錯啦，其實作詩嘅時候都會用到呢種手法，例如獨坐敬亭山嘅第二同埋第四句嘅最後一個字閒同山就係咁啦。呢啲咪就係押韻咯。押韻我都聽過，不過就唔係好知點解。講到押韻，就要了解漢字語音係點構成噶啦。你哋背脊，漢字嘅字音係由聲母、韻母同埋聲調三個部分所組成嘅。以閒同山為例啊，閒字嘅聲母係哈，韻母係安，四係聲調，表示閒係陽平聲。山字嘅聲母係沙，韻母係安，一係聲調，表示山係陰平聲。閒同山嘅韻母都係啱，所以兩個字都係同韻字，而押韻就係將同韻字放喺唔同嘅句子嘅同一個位置上面。由於一般都會放喺句尾，所以又叫做韻腳。原來閒同山係同韻，唔怪之得獨坐敬亭山呢首詩讀起嚟咁順啦。就等我舉多個例子，你哋就更加體會到押韻嘅好處噶啦。呢首係杜甫嘅《春望》，你哋試估下邊幾句係押韻嘅？國破山河在，城春草木深。感時花濺淚，恨別鳥驚心。烽火連三月，家書抵萬金。白頭搔更短，渾欲不勝針。係咪第二、四、6、8句押韻啊？冇錯啦，心、心、金、針就係呢首詩嘅韻腳啦。其實律詩除咗第2、4、6、8句會押韻之外，有時候第一句都會押韻噶噃，就好似文天祥嘅《過零丁洋》就係啦。辛苦遭逢起一經，干戈寥落四周星。山河破碎風飄碎，身世浮沉雨打平。惶恐灘頭說惶恐，零丁洋裏嘆零丁。人生自古誰無死，留取丹心照汗青。第1、2、4、6、8句係押韻嘅。咁即係話呢首詩嘅韻腳係經、升、停、丁、清啦。講得好好啊！嗱，你哋話啦，有押韻嘅詩歌讀起上嚟係咪好和諧同好好聽呢？點知啊，仲容易記添。你哋對聲律已經有基本嘅認識，只要學埋詩歌嘅格律，咁就可以寫詩噶啦。真㗎？咁我哋咪可以學作詩，做詩人咯。女校啦，女校，嗰度啊！黑玫瑰。